新兵出巡的时阵，一般民众是袂当去蒙桥、蒙发起的。不过，为着要互民众认捌在地民俗文化，南投草尾岭寿民宫是举办台语的导览活动，介绍新兵的代志，佮有光桥、蒙定义的体验活动。这种桥，甲你问，伊有塔门无？无塔门对无？这种的吼叫做武桥。甲囡仔兄、囡仔姊文桥甲武桥的差别，搁互民众体验光桥。这是南投寿民宫举办的台语导览活动，透过实际体验，互民众了解台湾的民间信仰。庙的吼神明文化，搁咱的祭堂内底用的吼，这桥吼法宝吼，互这小朋友吼，会用来了解讲，咱来拜拜了后，这神明要安怎吼，来吼用什么方式，甲伊讲话。小朋友认真听庙方小解每一尊神明、护瓦水的用途。较特别的是，会当近距离看神明的法器，佮会当望看卖啊当机咧使用的定义甲定层。手放起哩，望看卖有无？有点点吼。点点。点点桥。这是咱的家己的传统的物件。第二就是咱会使用武语的方式来教囡仔，互囡仔熟悉讲，这个神明是啥物人是啥物人啊。我讲因足用心的，包括一开始带阮团拜，佮因讲的迄岁数拢足文雅，而且拄则佮用迄台语的拼音来甲阮介绍一寡神桥的名称。庙方表示，宫庙除了是拜拜的所在，嘛是文化教育的场所。即便头摆用台语来导览，参加的民众反应拢真好。未来有机会，嘛会继续规划安尼活动，互大众对民间信仰有更较深的认识。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。